其实我在部落里面算是最不会唱歌的，这是事实，真的，我不是臭屁，但是我们部落里面会唱歌的人很多。那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会在音乐这条路，就是还可以发展到可以出唱片。你知道我要出唱片啊，我爸爸妈妈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妈妈还问我说：“是诈骗集团吗？”然后我爸爸不知道，是因为我爸爸都是远洋渔船的船员这样。不过现在没有跑远洋，就跑近海这样。我爸爸从以前都是船员，在海上跑了30几年。好，我爸爸刚刚看到我这样的成绩，他也觉得很奇怪，他的儿子怎么跑去唱歌这样。其实我从高中毕业之后，我爸爸就一直叫我去当职业军人，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还是需要一个男孩子去当兵，然后为家里付出这样。可是我不想啊，然后高中的时候，于是就不听爸爸的话，这样就离开家里，也没有很远啊，到花莲而已，从台东到花莲，火车票200多块而已。不敢去太远，没有那个勇气到台北，然后在花莲逃避啊，就是不想被爸爸抓去当兵这样。这个事情很难忘，一直到我发唱片的时候，我都还不敢跟我爸爸讲。有一天聊起来了，就是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发了3张专辑之后，我跟我爸聊天。那时候很好奇，因为我开始唱母语歌了嘛，我爸爸慢慢肯定我自己在唱歌这件事情上，我唱很多原住民的歌这样。我就突然问我爸说：“爸，你有没有想过，你年轻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做我自己想做的，就是我想要写歌，写到最后可以组乐团，写到最后开始发专辑。就我也很好奇，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或许是家里的因素，他不得不去跑船，所以他把那个压力加在我身上。可是我没有听他的话，所以我很好奇这样。我爸爸愣了很久，他什么话都没讲，他只有叫做：“那你就去唱歌就好了，不要问那么多。”或许吧，我觉得他会有些梦想，他不敢讲，在那个当下就有点尴尬，不知道干嘛。2个父子很奇怪，突然聊起来也很奇怪。然后有一天他就来听我唱歌，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场合，在台北小小的一个 live house， 在回来留言，一样的话题，可是变是我妹妹先讲的，爸。你退就是下船之后，你想要做什么？就如果你不跑船的话，你想要干嘛？我爸爸很直接的讲，他说他想要卖把布，他的梦想是卖把布。我不知道，那我以为我爸爸在开玩笑，我头发抓了一下，卖把布哎，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震撼，卖把布也可以当达人呐，对不对？我唱原住民的歌都可以发母语专辑，而且好像没有年轻人自己发全母语的专辑这样。我想要替我爸爸达成卖把布的愿望，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现在在筹备，如果现场你们有听到的话，我每年都会替我们部落的小朋友办演唱会，然后把演唱会差不多在6月的时间，把演唱会的收入捐出来当部落小朋友的教育基金。这个活动叫海边的孩子，已经唱了3年，那今年迈向第4年，还没开始，现在才4月，然后6月想要办海边的孩子。我想说，我演唱会的时候，我爸爸就在旁边卖把布。如果这个实践的话，你们愿意买我爸爸的把布吗？真的吗？那我要叫我爸爸说把布的钱要捐出来，好不好？
有一首歌就讲我爸爸远洋的故事，远洋新歌发表献给各位，不是新歌啦，是新 EP 里面的作品，献给各位远洋。啊，掌声好不好？哦啊嗨呀那嗨耶，嗨呀哦嗨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Maho kakui mangaray sa karakara, minanay to sa katayara. Yuru makado kakui mitipito'y kungkuha, misayis sa kachitanan. Malahi dai duka kui bisetep parucu aku sapi kali jauh tu damina. Yo madaya damina dia seduku diaro taramara ayai mifudi. Oh ahayana hayo hayan hayo iye. Oh ahayan ahayen oh hayo hayan hayo hayan hayo iye. Malulai bifudinga maare asa maana Sakarumaha di kamaro. Marurai bipudingan maere asa maana Sakarumaha di kamaro. Oh ahayan ahayen oh hayo ahayan hayo hayan hayo iye. Oh ahayan ahayen oh hayo hayan hayo hayan hayo iye. Oh ahayan ahayen oh hayo hayan hayo hayan hayo iye. Oh ahayan ahayen oh hayo hayan hayo hayan hayo iye. Hayo hayan hayo iye. Hayo hayan hayo iye.